小良啊，伊是去互迄个朱公主掠去，还要甲救出来是无简单呢。恁伫这个客栈甲伊行城足近的啊，爱细腻哦。原来是伊。啊，都因为翠云老爸哦，拜托我讲，着甲救出来交互你啦。啊，伊要将所有丁家宝的全财产互我咧，我即马要来甲摕钱啊！乖哦。细腻哦。丁翠玉是有心地的哦。因为啊，伊想得要自杀啊，我要救伊啊，出一掌甲点着伊的这个血道啊，所以动着胎气。你爱好好啊，甲医好，有性命危险哦。敢真是有影有心，讲完全无毋对，去动着胎气，翠玉的性命真危险。那安尼，你毋着警戒伊？袂用的，朱公主若知影我伊伫遮，伊一定随时会找到遮来。伊若食你的药啊，偌久才会好？在伊囡仔还袂生的之前，随时都有危险。安尼是要安怎？我想一个办法，将翠玉甲伊带来去创一个真稳定的所在，甚至相片。我甲你斗阵来去。袂用的，你在遮等。大姨甲清理，这翠玉互我就好。哎呦，救人要紧啊咧！若讲到迄两个吼，卖影吼，甲陆清啦，若一个结交话啦，一个结交性，咱做咱行啦。伊若转来找咱无吼，伊才知影讲吼找人的艰苦。宝姊若伫咧佛堂上经的时阵，是袂用来打了的，你又搁去袂记？害你无袂记的啊，是因为有一件代志足奇怪，所以忍不住毋则要来问你。什么代志？王府病院大人，敢毋是金莲公主？是啊。啊，拄则我偷偷秘入去王府病院，想讲要看金莲公主生做啥模样，结果吼。无看到公主，却看到大哥伫遐咧发圣地。细莲是搁伫为什么代志咧发圣地？我听伊讲什么丁翠有失踪啊，啊，搁讲一定是夏江良走入王府病院，将丁翠有救走。想会到害死。竟然将公主甲丁翠玉因互相调换，那安尼讲，公主一定是住伫秀灵居。宝姐，公主哪无住王府病院咧？啊，夏江良甲丁翠玉又搁是啥人啊？
翠玉，你食药啊？老父哦，不应该救我。是恁老爸拜托伊去救你。既然人甲安尼，伊救我，伊就甲我送倒去丁家堡，不应该互你加这么多麻烦。翠玉，你爱知影，你是去伤着胎气，是要咱维持送你到丁家堡的，迄时阵家财我还袂离开囝啥，佮交代讲我会用这个医理，若无你就手，若无我就死啊死！为着巴肚内这个研究，根本我就无想要活，我无想要活，我要死啊！花本的相思啊，又苦的恨，心寒的报应，伊来到春嘞。我怎能会见死不思议，一人双生啊，两个名求的，迄个含羞的内心。万恶人，我不该留下这个药根。含羞为人啊，虽可恨，这太离却是迄个无辜人啊。翠玉啊，为保的身体啊。为安胎哦，你唔这个食药，是不能用我改啊。也吹有的不幸啊，做变害，我不愿的加出的不会有啊，明事手是含羞啊。的父亲自细离开受原因，母父教养对路不正，迄个胎儿的怎会生硬的正经咯？也嘛安尼讲，未来这个囡仔，毋就明大爷的孙仔咯。无错，人之初是上本善，顾不到是上乃迁啊！你怎会咧明我的风典？要教分子啊，相待贤啊，分子相待贤啊。小刘，咱分散遐尼正久，想袂到会伫这种情形下来甲你见面。你会看我袂起吗？看你无起，我是伫咧惊讲，惊你看我无起咧。尤其，我起初一直想讲，毋知影讲你是伫咧一珠公主的手中，一直则无想要去救你。唉，那无咧，我从山
我从山是我故意闪避袂见，也毋过我有将我的心事甲着姑娘讲，叫伊好好去爱咧。对啦，着姑娘咧。因为老虎王带你来这个高升客栈见我时，我真担心的讲朱公主伊会接到位，就赶紧离开，带你来这个所在，再无顾虑讲伊清理甲迄个肉圆啊。要若安尼，你着赶紧叫苦心的去甲因找回来。你毋免担心啦，苦心的去抓你的药啊，伊真紧就到高升客栈去找。哎呦，廖姑娘啊，你嘛咧好心咧！我费2天的时间才找着你呢，有鸟甲你高成无用，伊才甲你高成转来。你嘛你捌甲迄老大的见一个面咧？我就袂来见。你无爱见哦？哎呦，干嘛呢？你若真是讲有影无爱见吼，就是讲我讲到喙破去，喙齿落去，佫捡甲斗咧吼，你嘛袂甲我转来看有影无？啊，莫安尼假啦！当你都爱下老大的爱到要死的。既然你若较爱伊吼，就是伊有对不起你的所在，你嘛免甲伊计较看有影。啥人咧爱？我恨伊啦。哎呀，爱就是要做分啦，拢同款啦。莫安尼啦，阮咧碰到底面讲我查某人交话啦，甲你讲秘密啦啊！哦，叫我一定甲你找倒来，找无到迄个面顶仔低头咧。哎呦，看到是强要破病。有无？你安尼咧创啥？恁哪会搁倒转来？哎呀，你若讲我又搁转来，啊，阮干那出去行行尔，煞袂使是？等恁都已经退房啊咧。哈？无，当时想要退房。夏公主啊，夏公主甲迄个苦心的哦，两个吵2天前哦，把我看看就走啊。真是的，哎呦，效应哦，甲咱等下做伙走啦，紧来找啦，这个碰到底面吼，啥物代志伊都敢做人啦。看起来，你毋就是迄个朱公主派你要来夺批对无？无效啦，我甲你讲，玉姑娘吼，早就将迄张批等去煞啦，真是的，我无甲你骗。恁无要上惊，朱公主老早就甲恁撩出来啊！哦，迄张批应当是放去尔。我看看你毋是存心伫要来找麻烦的啦。拢会用咧，阮大这个所在已经埋伏真久啊。下工用甲掠袂着，掠恁又是共款。停水交出来！哈，无你脑筋就烧破无？我看恁哦，若无空暗吼，有哪淡薄仔毋拄好伫咧啦哈。等下，阮先就甲丁翠友斗阵。下工良将丁翠玉甲救走，恁还阁要缀枪来，抓来！找下老大的啦，我无想要找。哈？你不爱找？你先哪会不爱找伊？下工用我定翠友，本来就是一对恋人，毋即马足无简单，两个当斗阵，又搁离开客栈，我想伊一定是带去成婚，所以我想要倒转来阮兜。哈？唉，你搁好哦，还搁有斗通转去哦。啊，若像我的，连斗都煞无啦。唉，啊无安尼啦，归去啦，你互我对啦。你摆去找苦心的是？找伊哦，哎呦，这个碰到底命哦，足无良心的呢。安尼无讲无答吼，甲我等下做会去啦。这分明伊是要甲我放杀啊嘛，伊一定想讲要过去娶一个，甲安尼。我搁去找伊有啥物路用？哎呦，有想歹势，我甲你讲话吼，煞袂记啊，甲这个年轻人说多谢啦。有感动。公主，我会感觉你真面熟，敢若足像捌见过面吼。不只是见过面，青丽啊，7年无见面啊，
敢讲你袂记得我李嘉文啊？你是表兄？是。哈？恁两个就是亲情。我拄则去买马片，转来有听见你所讲的话，我希望讲你会当甲我倒转去上门边。我闻听见伊张啊，伊说明啊，你独自迄个花香啊。相情，在我的月转，迄个石门顶，伊生迄女童啊，伊个家亲，让阮7年未见。情理啊，不下人。家表会对你啊思念心，盼我回乡哦，会感恩，回乡嘛报感恩嘛。青年，我是奉着家庙的命令，厝外来找找你。这摆我若是单独倒转去，我看家庙一定会真失望。哎呦，六姑娘啊，你实在足好命的呢！竟然还阁有一个阿姨啊吼，甲这个表兄呢，遮尔真关心你，啊你还阁伫咧张拄啥去啊？甲伊去啊？啊你咧？好，我。哎呦，当我甲人也毋是亲，也毋是戚，啊3条锁啊拍嘛无一个结，人也无开嘴讲叫我，就甲你去啊！我若想点要去吼，我也歹势讲好影咯。我已经准备好啊，3匹的快马，咱能斗阵上路啊。太了！你是？我是宝庆王妻妾赵夫人。马公主，我知影讲金莲公主上惊是你护送伊来，也嘛知影你对伊的痴心。我阴暗来这的目的，是要求你赶紧将公主家带走。伊就要甲王主完婚啊？完婚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马公主，我自从下江娘来劝过我了后，我就已经决心要重新做人。你应该相信我的话，我完全是为公主好的啊。也毋过，我若去救金莲公主，伊会不合，而且我别人甲我认为讲，我是一个强盗啊！真是一个正人君子，马公主。我老实对你讲，朱公主其实伊早都无要打算要甲公主完婚。当初伊是用历代土疆之计来瞒我甲王爷。其实的，住伫王府病院的是丁翠玉，已经被下江娘救走。公主，伊是住伫秀灵基。是你，是安怎？大声离开这才搁讲，紧！
是什么人？黑西洋，王主公主一命，要来掠你这个欺骗农家妇的恶徒，送交官府严办。夏天如林宝剑。